咱台湾伫咧2019年，加做亚洲唯一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到达今年3月，已经超过着5700对的同性结婚，女性占会到7成。不过领养囡仔或者是找人代理生囝，目前现有的法规拢敢若限制伫男女结婚的家庭尔尔。民间团体认为讲，中央应该先放定现有的人工生殖法的这个对象，甲这个夫妻改做是配偶，和4000多对已经结婚的女性伴侣，会当实现有囡仔的愿望。我们不是不陪你。两个爸爸做伙请养一个囡仔，描写查甫同志去国外找人借白生囝了后，甲同性的爱人仔做伙请养，面对囡仔的教育、甲社会歧视等等的问题。网络戏剧《酷盖爸爸》是最近这几年亚洲唯一以同志家庭教育囡仔做主题的影视作品。故事原貌就是同志媒体人，也是创立亚洲头一个同志影音平台的执行长林志杰，以真实的人生。台湾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同志家庭，希望这样子的作品呢呈现之后呢，可以帮他们发声，让他们更有就是这样子的能见度，就是勇敢在台湾可以好好的去寻找他们的幸福。我们当然其实最大的希望是我们可以促进就是同志领养合法化这件事情。台湾伫咧2019年5月份，正做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内政部统计到今年3月，计共5740对同志结婚，男性1700多对，女性超过4000对，占未7成。不过，台湾还未开放予同志合法领养囡仔。民间团体认为，现行的人工生殖法使用的对象应该先讨棒，将限制夫妻改做配偶，保障女性同志的权益。人工生殖法主要的规定就是讲，将迄个提供精子的那个人的跟孩子的血缘关系把它切掉了，所以呢，那一个人他就不能够再来主张说我是囡仔爸爸，我要来认领小孩，那这样子才会让孩子的亲子关系比较确定。那我们知道，目前立法院确实拥有这样子的一个版本，就是要有代孕制度的纳入。但是问题是，现在的版本还是只提供给异性恋，并没有看到男同志配偶的需求。我自己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一部分。男同志要爱有囡仔，唯一的方式除了领养，只会当找人借白生囝。不过，在台湾，不管是同性或者是异性恋，也未合法，因为借白生囝牵涉到生囝的人，在咧有生期间工作、医疗、甲保险等等的权益。民间团体表示，借白生囝人在咧人工生殖法内底要做伙司法，难度也是真悬。记者民警陈保罗台北报道。